太陽徐徐喺群山升起，曙光穿過雲霧，照亮大地。今日我哋就喺鳳凰山頂出發，喺大嶼山揾返城市失去咗嘅平靜。鳳凰山山高934米，係香港嘅第2高峰。山勢險峻，峰頂一分為二，主峰為鳳，副峰為凰，所以得名鳳凰山。以前大嶼山嘅村民叫鳳凰山做爛頭山，呢一個名後來俾外國人譯成英文嘅 Lantau， 而 Lantau Island 嘅稱呼就沿用至今啦。大嶼山嘅面積大約係香港島嘅2倍，除咗係珠江境內最大嘅外島，亦係香港境內最多高山嘅島嶼。喺大嶼山，超過300米高嘅山就有30個。大嶼山除咗多高山，仲有唔少石澗，好受攝影人士歡迎㗎。呢條咧就係大嶼山出名嘅萬丈瀑噶啦。咁萬丈瀑意思咧唔係佢一萬丈，呢條瀑布連埋下面有一條瀑布喺下面咧，就變咗好似一條好長嘅白火路流落海咁樣嘅。最重要梗係睇個水要靚啦，即係如果水唔靚嘅話，瀑布幾大都冇用啦。咁第二佢闊就最好啦，同埋高第一樣都好嚇。咁第三咧最好咧，佢個瀑布嘅石面咧有凹凸不停嘅，咁啲水咧就會俾石頭散開晒咧，就一層層咁落咧就最靚噶啦。喺萬丈瀑嘅東北面有一個山谷叫龍仔，山谷上面起咗一個中式庭園。婺源依山而建，同呢度嘅環境融為一體。婺源喺60年代建造，園主去世之後，庭園已經冇人居住啦，只有一個園丁間中上嚟打理一下，保持住呢度嘅清幽。喺鳳凰山東北面嘅大東山上有一個營地叫做爛頭營。1924年，一班傳教士得到政府嘅准許，喺大東山呢一度起一個營地。由於當年仲未有嶼南路，用嚟起屋嘅石頭全部都係靠人力一嚿一嚿喺梅窩碼頭搬上山嘅。佢哋用咗6個月就起咗12間石屋，成為傳教士退休同唞暑嘅地方。大東山有個英文名叫做 Sunset Peak， 顧名思義，呢一度就係觀賞日落嘅好地方。而天壇大佛就更加為大東山添上一個更吸引嘅景緻。